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提下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繼續揀幾場賽事同大家分享下，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撳暫停慢慢睇啦。6月13號禮拜六沙田11場賽事4點鐘開跑。首先係第一場新馬賽嚟嘅1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2號、3號、5號畫咗佢先。3號嘅機緣燦爛呢就有缺貨嘅，呢場呢就揀咗6號嘅星球勇士、7號量子猴王同埋1號嘅禪聖閃亮。然後就係第二場5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咁就唔要1號、2號、6號、10號、11號。留意翻6號新強福型同埋9號爆熱呢都有缺貨嘅，比較中意9號嘅爆熱、3號機械勇士、4號果然僥倖同埋8號嘅鄉村樂韻。接住落嚟第三場4班14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3號、6號、7號、8號、10號、14號可以劃咗佢。心水就揀咗9號嘅馬上型、5號龍之月、1號閃光燈同埋12號嘅賢者威風。然後就係第四場4班18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呢會偏慢嘅，4號、5號、7號、8號、9號、13號全部唔要。咁啊，留意翻12號嘅天伏貓同埋13號嘅一支箭呢都有缺貨嘅。呢場比較中意6號超開心、2號安可、12號天伏貓同埋10號嘅瑞奇威風。然後就係第五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4號、6號、9號、10號、11號、12號畫晒佢。咁啊，留意翻2號威利非凡呢就有缺貨嘅。心水揀咗1號起步飛飛、3號逍遙人生、7號文明戰士同埋5號嘅顯聖高升。咁啊，5場賽事都分享過啦，睇下啱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，到咩馬，就歡迎加入我群組啦，發信息俾我查詢翻啦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